六福金融服務有限公司獲六福集團許可使用其商標，於2011年成立，為客戶提供全面性金融服務。六福金融主席及行政總裁許照中太平紳士於金融服務界擁有超過50年經驗。許先生曾擔任多項公職，包括香港聯交所副主席、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政府委任獨立董事及上市委員會委員、香港證監會諮詢委員會委員、珠海市政協委員及珠海市橫琴新區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等等。秉承服務、實力與品牌三大理念，構建多元化、全方位嘅一站式金融服務平台。經驗豐富嘅專業團隊，根據客戶需求，提供專業知識及戰略解決方案，旨在與客戶一起創造財富，實現佢哋嘅夢想。六福金融不斷提升能力，與時並進。除香港外，我哋亦提供全球多元化金融服務及產品，包括證券、期貨、期權及衍生類金融產品等交易，以及財富管理、企業融資、資產管理、保險服務等等。總部設喺香港，六福金融喺中國內地設有子公司及多個聯絡處。於2022年，六福金融成為首批獲得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QFLP 資格嘅企業，同時亦擁有由中國證監會認可 QFII 嘅資格，可在中國內地進行1級及2級市場投資業務，提供客戶可跨境參與中國經濟發展嘅渠道，成為境內外投資嘅橋樑。六福金融凡事以客為先，幫助客戶把握創富機會，運籌帷幄，實現人生中不同階段嘅理財目標。六福金融助你成就夢想，創富人生。